大家好，咁尋晚我就睇咗一部台灣嘅電影《陽光女子合唱團》啊。咁呢部電影本身係一部韓國嘅電影改編而成嘅。初時咧就以為係講一啲譬如女子監獄風雲啊呢啲好沉重嘅一啲咁嘅故事啦。咁但係越睇咧就越覺得，咦，原來喺一個監獄裏邊咧都可以係幾溫馨幾溫暖嘅。演員嘅嗰啲演繹都非常之細緻嘅。除咗係催淚之外咧，其實感動位都非常多嘅。咁所以咧，我會建議大家就唔好帶1至2包紙巾咁少啦，要帶成盒紙巾啊！演員方面，我會特別中意陳意涵啦，女主角啦，同埋翁倩玉姐姐。陳意涵我初睇佢嘅演出會係喺09年左右啦，就係一部電視劇叫做《痞子英雄》。隔咗咁多年再睇翻佢嘅演戲咧嚇，我覺得佢嗰個演戲嘅技巧係進步咗好多。翁倩玉姐姐可能年輕嘅一輩未必會太過識佢，咁但係我會未睇一部戲之前，我係停留咗喺好多年前啊80年代一部電視劇阿信的故事啦。咁當時翁倩玉姐姐係唱呢一套電視劇嘅主題曲。配角方面咧，其實都好多驚喜嘅。大家不妨留意下，譬如係有孫淑薇啦。孫淑薇咧，佢係有台灣版嘅 Jenny 之稱嘅。咁佢今次咧喺裏邊嘅演繹咧係令人眼前一亮，因為佢平時嗰個 look 咧係好有活力啊，好後生噶嘛。咁佢喺呢部戲裏邊咧係你未必可能會認得佢係原來佢平時係咁樣，而家係咁樣樣。音樂方面咧，我覺得呢部戲咧係好多歌聽，係好多靚歌聽。有幾首嘅主要歌曲咧都係由導演林孝謙去填詞嘅。如果你係女性觀眾咧，我會建議你帶埋老 best 或者係媽媽一齊去睇呢一出戲。如果你係男性觀眾咧，我會建議你最少帶1位女性觀眾。陽光女子合唱團正式喺北美上映中，值得買飛入場支持。